因為香港啲盛事多咗，我變得咧就越嚟越精彩。大家好，我係叫高松傑，香港高 Sir， 咁啊做傳媒啦，同埋咧廣告兼夾係自媒體嘅。我可以形容咧機遇滿滿，見到咧香港咧大力去引進一啲人才啦，人才自然多咗，競爭啊大咗。今年啦15運會同埋好多嘅盛事活動，加上啟德嘅一啲我哋叫演唱會啊，盛事場場都爆滿。咁我經常咧都要去拍攝或者呈現一啲好嘅事情，讓外國有人知道，咁所以咧係非常忙碌嘅。最大嘅遺憾咧就係有一啲地方就未能夠去得到啦，因為咧除咗喺香港發展之外咧，其實我個足跡都遍佈大灣區嘅。咁有一啲地方未去嘅，咁所以咧預計喺2026年咧都希望能夠去得到，例如咧哈爾濱啦、新疆啦，咁呢啲咁好嘅地方。咁我相信啦喺未來香港只會越嚟越好，咁亦都希望啦自己荷包越嚟越脹啦，梗係。